见过啊。二姐么？哎呀，快起来，来这旁坐下。看你身体单薄，十不胜衣，吃是为何？寡孙女是小肚病，从未吃完事期，便去压道士进了。怎么，林姑娘来了吗？啊，真的来了啊！哎呀呀，来不了，来不了！哎呀呀呀，老祖宗我来不了！坐在楼头西天窗，今朝听听归客房。你呀，不认识他，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妇啊。论精神所为来之，你只要叫他一声凤兰子就是了啊。这是你灵儿嫂子。二嫂子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呀，好一个妹妹呀！那边个老祖宗心里的外甥女，分明是虐天心领了红来到。妹妹来，坐下，坐下。你是进来到这里呀？就当作分了几句才花容，这家中就是你家中，要亲要用把最人动，你这委屈告诉我啊，西呀梦，就嫂子坐下坐下。你们跟他当嫂子，让林姑娘带来的人去去去。是，妈妈姑娘随我来。给我带来这个小丫头，太稚嫩了吧！啊，把我身边的那个知君丫鬟接了队有好事回来。是。见过林姑娘。这个妹妹好像在看见过的呀。哎呀，又要误事了，你何曾见过啊？谁没见过看见面色，心里好叫神圣的一份。哦，好啊，这样嘛，有在一起就和睦了啊！坐下，坐下。妹妹，你读过书吗？证明名分的有表示的。不是，不是。哎，妹妹，你有肉没有啊？我没有肉，你哪块肉也是件喜欢之物，起来人人都有。什么稀罕的东西，谁的高效不实，还是灵不灵？哼，我可不要这东西。林长，你生气啊？要当骂人容易，我可去塞你那命根子哦。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，今天来了神仙似的妹妹，她也没有，哼，可见不是好东西。宝玉，把它带上。宝兄弟，宝兄弟，哎呀，宝玉啊，你快带上。宝玉啊，宝玉啊，宝玉，当心你第一次到，快带上。
老太太不是常常说的吗？这富贵佳人就指望着这个命根之女。好妹妹，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呀！你吵我做什么呀？哎，好妹妹，你看呀，青山紫荆不去少，气焰比谁在香，伴侣团年一起身，来，替你家门之心欢唱。我也唱过。你脸上又是去谁的指甲玩谁了？不知的，放在家里的银子高。你又在做这些事了？人家白玉都会是你的，要是传到舅舅耳朵里去，大家又该不得安心了。哪怕什么，大不了家里的人都是我的文师魔王罢了。好啊，原来你得了牙哦，被封为文师魔王了。哎，别人叫着你可不能叫，为什么不能叫？我偏要叫文师魔王，再叫文师魔王，文师魔王。叫错了，是宝姑娘来了你。起来！哎呀，宝妞，妹妹快坐下，快坐下。宝兄弟，林妹妹快过来，与宝弟弟进入礼。宝弟弟，宝兄弟，林妹妹。哎呀，这样一来呀，有口热闹了。是啊，早就在盼望了。太太，老太太请姨太太、宝姑娘到里面去走。啊，妹妹，请吧。姑娘，爷爷冷了，先回去吃药吧。你先回去吧。哦。你吃完药再回来吧。我姑娘家里啊，是有条件有产业的名门大族，舅舅在京里做大官。你看，可不像林姑娘那样，
那宝姑娘还有什么紧说，也像宝玉那块肉一样，是一件喜欢的东西呢。莫什么王先生很长呀？莫什么王先生很长？哎，宝钗弟，听说你经书上面也有几个字，今天要让我上前上前。我没什么好看的。宝钗弟，你看了我的，娶个不娘人家看你的呢。不离不弃，方领勇气。呀，这两句话真像五字一对呢。好香啊！宝钗弟，这什么香啊？哦，现在早吃了冷香丸的香气。冷香丸那么好闻，哎，借我一碗尝尝吧。又闻到了，牙怎么能哈吃的呢？这香气好闻嘞。哎，宝钗弟，我们来下棋好不好？好。林姑娘来了。哟，有这么雅兴也不叫我一声，是个自己在问你。哎呀，林妹妹，你来得真好，来。林妹妹，宝钗弟的棋子可真厉害哦。好妹妹，你可不要听她的。哎，你听我下一下，你下赢了，我可把你为师。要是下输了，谁请宝钗弟随我们两个做徒弟吧？你看你这张嘴。花儿爷，问你有人找你，是老爷唤你。老爷叫我，既然老爷唤你，那就快去吧。花儿爷，你忘记披风了。老爷唤你也用不到这样心惊胆怕的呀。
这个不上进的奴才，被归看你做为所让，被丫头你到连心光，自古道四农民皆压为，神经连大皆为章，可叹你神经四顾去不呀，四顾经济偏地跑，只怕是用在难以成功了，愈加愈高都无望。事情娘娘吩咐，叫你我姐妹们背到大观园中去治。大观园，你可要经我好好的读书，若不安分守己，就不饶你。牢牢记住。是。孙文勇从小深知本业，是君不可以不忠，是父不可以不孝也。山高无常，乃成立神之大经，为人臣子不可以不知，是故众人称小子之门友。人家在哭闹，你还在笑呢。每日里送王人来报咖啡，分享开头及祖先，随随恭敬听教诲，必动下了出声言，儿名掉落的崔文章，多耽误后悔莫用才可见。二姨，请问，你的眉毛是谁替你画的？我自己画的。画的一点都不美。来，我来替你改画一下。小祖宗，你倒苏要紧。就让我嘎嘎本吧。好，谁让你画吧？我们的敌人弟弟又要念经喝醉了。
不说吧。看你捏成这个样子，来。做什么？二姨，你上次教我弄的书，我今天拿来了，在哪里？在这里，拿来我看。来，谁想起？对不对呀？二姨，给上我了吧？好，明天上你吊钱。谁没有见过吊钱呀？二姨，把这个香港吊卡送给我吧。好，拿去拿去。把这个荷包也送给我吧。哎，别的都可拿去啊。这荷包是林妹妹送给我的，谁也不准拿。拿来。喏。像这样的好书，老爷却不许我读。今天我背地飘到泰国上空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哦，原来都在这里用功，这样一来呀，可要成功发挥了你。你耻笑我做什么？你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狂功名闻万切的八股文章，你玩的这些呢，不是那些书，那又是什么书呢？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，趁早叫我看看。谁想起？好妹妹，真是好文章。
令让拉队员帮我腾起了。我以为你也大是对，你呀来抢的。好，你试试，你这姑娘。好，我也要去告诉去。哎，你去呀，你去呀。好了，我们不谈这个了，好吗？哎，好妹妹，上次我到你房里来，看见你又在做针线，你做香袋送给我好不好？你要一个香袋，那很容易。王氏今后有人会替你做了，人家比我又会做又会写，又有什么金的玉的？哎呀，你又来了！你是个明白人，难道连清白格数与不金线都不知道？岂不为了他而疏远你的名才？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？那我成了什么人了呢？为的是我的心，我也为的是我的心。难道只知道你的心，而不知道我的心不对？这样逃出来，他们能放过你吗？把生子儿子置之度外，就什么也不怕了。那你决定再不唱戏了？我再也不愿受人欺负了。二爷，苏西子毕竟有日天下路，来下泪滴来上路，此去与避居东郊地，从此离开新王府。二姨，这是其个人随身之物，请留作纪念。
二爷，刚才也不知道哪里去了，也不告诉一声。咦，这是哪里来的？咦，我怎么从来没有看见过啊？是哪里来的？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呀。是什么朋友？就会送你这样的东西？你呀，不知又去交上了什么三教九流的生物了。哎呀，你少管一些好不好？不知我家二爷又做了些什么门上真的资料，才有风风雨雨被上帝知道，红萝卜又要拴在蜡烛上上。你怕什么？我干的都真精实了。那你哪里来的？是一个唱戏的朋友送给我的。唱戏的朋友？哎呀，二爷，原来你有戏子也叫起朋友来了，这怎么得了啊？哟，与戏子交过朋友，这难道也犯了什么大罪了吗？怎么不欢迎客人吗？那我也真不该来了。不，包姐姐，来来来，包姐姐，请坐啊。你们刚才这样念呢，在谈讲些什么来？花姑娘，你看，他叫我戏子也叫起朋友来了。戏子，可怎么得了啊？包姐姐，你不要听这些话。什么事啊？二爷，老医生，明日一早有贵客要来拜访，要你去会客你，又是贵客。包姐姐，你听我讲，老爷买我这袋宾客，总是要我也陪着，你说这是为什么？那是算是你的人在车中，人家娘母你谁都想来见见你呢。我无非是个说中医术的俗人罢了，配人家娘母吗？哎呀，你怎么忘了？你原是贵妃娘娘的灵体，怎么不叫人娘母呢？我真不愿意与这些落都门来往了。大姑娘，你听听，世上哪有不牛祖国人来往，且上下不分，牛戏子混在一起的道理？是啊，这倒真要改一改才好。宝兄弟，常言道子呀，他来亲，谁不想高朋门临门？如今你上里14龄，也该去为做官人，俺将的仕途经济好学问，若为谁事事做人真本领，理应该把茶竿头举上京，怎能够不争你破功名？宝姐姐，老太太要往国外，真没人领，你去往国外去吧。我难道是准备人往国外的吗？宝姑娘，你不要理他这些，人家劝他上京，他呀总骂人家什么落度啊！你想想，怎么怨得老爷不生气呢？没有什么，事不早了，我该走了。宝姑娘，再走一回去吧。宝兄弟，我走了。我说宝姑娘，宝姑娘最好。
要是为了林姑娘啊，我至于会这么养你。提起这些来，大姑娘真叫人敬重，可是你都人家身份了。林姑娘从来没说这些文章的话，这难道是文章的话吗？唉，想不到归国之中也会传上了这种风气。孩子。我们众人秦王府有一世子，名叫齐国，乃是我王爷心爱的，至今多时不见为妻。传说齐国与琳琅宝玉相交甚厚，亲是道之夫妻，也是琳琅的子意。故此见老先生尊之琳琅，请将齐国封为，一直可为王爷封肯之意。儿子嘛，以免下官取迷自空。雷人啊，快报你来！天哪！小家伙，是以尊严之存，是贵公民之见，竟出了这个不忠不孝的孽子。给大你也给保重，但是保佑事小，他都把老太太气坏了，气病
下，趁今日结果了他一切后吧。老爷，你应该看在夫妻份上，我年已半把，只有这一个年长。爸娘，我们娘俩不是一起死了吧？都是你，都是你，都是你把他冲成这个样子，我今天非拉死他不可。拿绳子来，拿绳子来呀！好吧，你一定要把他拉死，你不是把我谁拉死了？你把我谁拉死了？你先打死我，谁老太太有什么吩咐？只叫儿子进去死了，何必惊动老太太自己走来呢？你原来和我讲话，我倒是有话吩咐。这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，这个叫我最生气了。啊，儿子管教他，因为这是永中要做。老太太实在话，做儿子时候担当得起。呸！我只讲了一句话，你就经受不起。你那样的棍子，难道包牛就经受得起了吗？老祖宗，包牛啊，你这不要好，不争气的身子哦。晚上把这牙用酒拧开，替他敷上，把淤血也都散开就好了。都是保这些。当得这个样子，宝兄弟，两牙苦口离于病，终夜女儿离于林，啥能听人一句话？也不知今日谁逃逸。高姑娘说的是，今后可真要改一改了。宝兄弟，你好好的养息吧。你做什么来了？我现在些别扭菜着，是不知道的。看，可受了委屈了。我就是为这些人死了，也是情愿的。
看，要是宝爷醒了，回头奶奶背着老太太走过来啊。我走了，回头再来看你。请问，阿姨做什么？把这送给林姑娘去。哦，去呀。
喜欢吗？姑娘、贝姑娘的，有事无事跑来那小树上，叫我们半夜三更不得睡觉。谁呀？都睡着了，有事明天再来吧。二姨吩咐的，你该不许放人进来。满身头靠的丫头，老实说，住在这院子里，要是没有一套家道杀人、过把桥的本领，就休想再是扎根。老天，总有一天开眼，把你们这些人一个个赶出院去，在国营里。这是不得了。告诉我，我有本事叫冯衙的办了来吃。老太太喜欢吃的，我都喜欢。李太太没有什么好的给你吃。老太太休要客气，这是已经叫冯衙的忙完了。哎呀，都嘛羞死了，老祖宗啊，只是一人肉素。
他这张秋嘴。我来了这几年，留心的看起来呀，生病二嫂子怎样瞧，总瞧不过老太太啊。哎呀呀，我的啦，我是今老了，还求什么呢？哪想当年我像凤丫头一般年纪，那倒是万比他强呢。李太太，不是我当面奉承，千真万真，从我们家里4个女儿算起，有时好，有时丑啊。我我时常在头听见老祖宗说起宝姑娘好你。老太太都预备好了呀。老太太快请吧。李太太请啊。老太太请，老太太别好。
谁是如此？难道还有一个此地不成吗？妹妹买醉。我知道你不理我，看见我就避开。今天只要和你说一句话，从今之后就了开手吧，你说吧？说两句，你听不听？唉，既有精神，何必当初？当初怎么样？精神。此话从哪里说起呀？哦，怪不得你不理我。好，我才敢这样对待妹妹，叫我立刻就死好了。嘿，谁要你多这番事的呀？好妹妹，我实在不知道你来过呀。那天只有包姐姐来说过一回。定是丫头们管出来的好事，等我回去分出是谁，我定要叫事情扩大了。哎呀，你还说这些话？哎，你到底还是欺我呢，你还是推我呢？啊，这有什么要紧呢？哎呀，我记得一连二呢。你放心，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，你倒说说看，什么放心不放心的？你果然不明白这话吗？难道我平时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？对你的事实体贴不着，那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。我真不明白。好妹妹，你不要骗我。要真的不明白这话，不但我平时白费了心，而且连你对待我的心都误会了。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，才多了心，才弄了一身的病。好妹妹，你让你宽慰一些，病就会好呢。好妹妹，慢醉，让我再讲一句话好不好？还有什么可以说的？你的话我都明白了，都明白了。好妹妹，我这个心从来也不敢说，今天大胆的说出来，我就是死了也是情愿的。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，又不敢告诉谁，只好挨着，只怕等你的病好了，我的病才会好呢。我在你梦里也忘不了你。
妹妹夜里咳嗽好一点了没有？咳嗽倒好一些了。阿弥陀佛。奇怪，你这个不相信神道的人，怎么一年起不来了？你呀，师尊，外面风这么大，你还坐在风口里？看你身上衣服穿得那么单薄，妹妹一天平了，要是你再平了，那可怎么得了哦？啊，二爷，从此我们这棵实话可不能动手动脚的啊！那些文章人都有多为生你的，你总不留人，往后是要受一步因为这是我死的你。况且姑娘也吩咐过我们不红你设想，你看他进来原谅你，还恐原不起你。宝二爷，你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？宝二爷，你怎么生我气了？不，我不曾生气。死的死了，叫的叫了，走的走了，将来你们先天体都不理我了。死的死了，嫁的嫁了，走的走了，再过几天，林姑娘也走了。你是什么？你是谁要回去了？你林妹妹呀，要回苏州自己家里去了。哎呀，你呀，你是什么慌来？红色发呀无论如，妹妹是书记院的赵武亭，她离不开小将关中天关守，真委屈不输人来求将门。你也太小本人了，是别人所种的葡萄旁，你父子随流千里要归他海，因此总有他去忘了。宝娘，宝兄弟，
志娟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不能这样。要去年我也来了去呀，宝玉啊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我只是和他说了句玩笑，说是林姑娘要为守在自己家里去，而已。他是原来是这样的呀。老太太，林家妈妈他们都要来看宝儿哩。你叫林妈妈为民去说一回啊！哎呀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李家的人来这里，妹妹的，来这里，妹妹的，上得去，当个去，当个去，宝玉啊，宝玉啊，宝玉啊，不是林家的人，是啊，是呀，你来。你是谁不许他心里？对呀，你又不怎样是你的进来，不准你到林子听见了吗？是啊，又不准你到林子，不许两心灵的进来，听见了没有？是。不是来这里妹妹的吗？哎呀，船在那边。雷神，快叫声姚子，快叫声姚子，姚子，宝玉，现在终于可以放心了吧？是啊，宝妞。哎。志娟，林。宝玉病得奇怪呀，那得又不算病，不算好的，以前小尉之妹各在一起。也不怕什么，自己，老太太，还是早些让宝玉认了亲的好，说不定冲一冲事，病也就好了。我看也只有这样最好。我们娘儿俩先和姐姐。算有再与真儿商量。老太太，老爷说挑选媳妇，请老太太做主人时，可是老爷有说，娶媳妇要死得结配，才能够相互成妻。双门楣，是的，是啊。哎，我曾经留心过黛玉，可惜黛玉这女儿举止行动多乖僻。不是宝茶新婚人，稳重端庄根严。老太太，我的心里也是这样想。林姑娘虽是玉貌又有才，只恐怕多愁多病不为亲。宝丫头德用兼备，与佛相平，个对方十分明。可不是啊，更有金锁配宝玉，是一个
是还人心依恋，包牛杀去了他，说不定病也好了，神也就真到了。老太太说的是，既然你们都是龅牙的好，我的旨意也就定了。要是对牛在此也想包插一把，这分钟是此事终身就好了。老太太，我们心里虽是好，但林姑娘也要叫她失了人家才好。倘是那女儿生于宝牛，有些儿死心，倒怕生出什么事来呢？鸳鸯，你做什么？老太太，与我讲吧。是。老太太，虽说是金玉良缘天生寿，只顾他不得梨花这朵蕊，林姑娘得留真情风雨，我为姑娘生大玉。像我们这样的人家，孩子们杀成这种心思，叫外人知道，脸上都没有什么光彩。对牛倒也罢了，我担心的是宝牛，是像上一位那样的闹起来。哎呀，这倒叫人来了。难倒是不难，我倒有个主意。方才听见的话，不准传出去。太香。是。买。要是走漏了风声，当心死了你们的罪。是。依我看，这件事只有一个调包的法子。调包？一了各两我是要包起，十一个来到家敲起关，倒是红盖头扎子心内。
老大姐，你受了什么人的气了？林姑娘，你偏偏这个理，他们说话我也不知道，我随时说错一句话，他们也不敢打我。你说出什么话了？什么话？话不是为宝儿爷娶宝姑娘的事情。你说什么？喏，就是为宝儿爷娶宝姑娘的事情。亲呀，你在亲弟吗？姑娘，如今只有你，才是我真知心。身体好了再哭。
要去保姑娘，现在今日做亲，希望都是另外收拾的。上头吩咐王不叫我们知道。这些人怎么这样狠毒冷淡呢？保奴，我看他明早死了，你拿什么脸来见我？林姑娘这样啦，方才人家那个老太太商量过，那边要用你试婚的，要我试婚？周妈妈，你先请吧。等神死了，我们是随时出来听儿试婚的。只是林姑娘，我也可惜。姑娘，你这话对我说倒是是的，我可怎么去为兵上头呢？周妈妈，你只管去为兵上头好了。四爷，跟我走吧。怎么一个都不去？上头是鸟不过神的。哎呀，妈妈，
此没有亲人，我的孙子是关心的，你好歹要叫他们送我回去。林妹妹，今天是从梳撇了枝头，把家境带，总算是东园高日西园里，今日异乡如此在。林妹妹，你给的这股东西做什么呀？我们何必用这些石头？宝兄弟，宝兄弟，宝兄弟，做新郎中给东文人，修他的新娘妻。
做梦啊！什么做梦不做梦的？老祖宗在这里守着，老爷爷在外面守着你。谢大爷，你告诉我，放在手的那位美人儿是谁？姓屈的二奶奶。真糊涂，姓屈的二奶奶是谁？是宝姑娘。那么林姑娘呢？老爷子只娶的是宝姑娘啊。本来就是宝姑娘，你娶的是宝姑娘，是宝姑娘。宝姑娘，老祖宗，你告诉我，到底怎么样一回事？到底怎么样一回事？宝娘啊，你娶的是宝姑娘，怎么这样子？娶的是宝姑娘。我方才明明要令妹妹听你听，千万不是她呢。怎么？你算是多别了？多别了？为什么？宝娘，老太太，老祖宗不要紧，顺道教门众位这里。听到林妹妹的哭声。宝女儿，你忍一忍，去娘孩子。老祖宗，我要死！老祖宗，我一句心里的话要说。其实这大喜事，你就病得这个样子，你好叫我心痛啊！呀。我知道，求你们也没用，我找林妹妹去，我找林妹妹去。大兄弟，老娘，老娘。我找林妹妹去，老娘。林妹妹她已经死了。
定是他讲点什么。